在一個寧靜的晚上，一隻灰色的流浪貓，名叫小灰，獨自走在寂靜的街道上。小灰的肚子咕咕地響，它正在尋找晚餐。這時，它看到了一個溫暖的燈光，心裏想，那裏一定有食物。小灰走到燈光的源頭，發現是一家小咖啡館。咖啡館的門口有一位好心的女主人，她經常會把剩下的食物放在外面。小灰慢慢靠近，看到一碗新鮮的魚和一些麵包碎，忍不住流口水。女主人看到小灰，微微一笑，輕聲說：來，小貓，這是給你的。小灰感到驚喜，她立刻跑過去，開始狼吞虎咽地吃起來。吃飽後，她感到非常開心，心裏充滿了感激。這時，女主人注意到了小灰的身上有些污糟，於是她輕輕抱起小灰，帶進了咖啡館內。小灰感到驚訝，但也感到安全。她給小灰洗了澡，還給她準備了一個小床，讓她可以好好休息。小灰在咖啡館內過了一個美好的晚上，她聽到女主人輕聲唱着歌，感到內心溫暖無比。她慢慢進入了夢鄉，夢見自己在陽光下玩耍，變成了一隻快樂的小貓。早上，陽光透過窗戶照進來，小灰醒來時，看見女主人在忙碌着。她微笑着對小灰說：早晨，小貓，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工作嗎？小灰高興地貓了一聲，跳下床，尾巴翹得高高的。整個早晨，小灰跟着女主人幫忙，她在咖啡館內跑來跑去，和顧客們互動，讓每個人都露出了笑容。小灰感到自己不再是一隻流浪貓，而是有了新的家。從那以後，小灰每天都住在咖啡館內，成為了那裏的貓店長。他享受着溫暖的日子，還有許多愛心的顧客來看望他。小灰知道自己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地方。